台南眷村年会节啊，对初九开始要连续办5天。成大台文系今仔日带外籍学生去到现场，分享因这学期所学的成果。因要摆一担这写春仔的单位，免费送予大家这罗马字版本的春仔，也教乡亲安怎念。 成大台文系教授带学生同齐上台，用母语讲过年的吉祥话，嘛替台南眷村年会大家的活动增加热闹的气氛。那安尼嘛，外国学生踮台顶用刷牌台语参台开时代，分享因家乡故事。另外，伊嘛甲台湾的乡亲斗阵势年会节啊，提早感受咱过年的气氛。到日本嘛，小可相像的，我是感觉这个无共的文化足赞，因为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几个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来参观这个眷村的文化活动，互伊有一个舞台一个机会，搁较侪人知影台语的好。眷村文化美食节活动连续办5天，透早就真侪人来看年会，无论大料细小啊，拢总有。特别的是这档写春仔的，嘛有袂少人我来看。这摆成大台文系师生，嘛伫现场用毛笔写罗马字甲越南字的春仔免费送，去教大家安怎念。教授认为，用这种生活化的方式来推广台语，通提升大众对罗马字的认捌。拄啊来说这年货大街有看到这台语的春联，足趣味的。头一届看？第一遍看。过去想讲写春仔一定用汉字啊，咱就是要互大家一寡创意出来哈，就是讲咱无一定该用汉字啊，用罗马字来写春仔，嘛有真无共的一个特色啊，咱写春仔有台语，嘛越南字呢。 因为咱即摆台湾的这越南朋友嘛愈来愈多所以咱就加一个选项。这摆活动嘛展现府城文化的澎湃内涵，多样化的族群来参与，互相了解甲交流。成大教授蒋维文讲，未来继续伫各种文化活动来推广台语教学，互台语更加深入社区生活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